夏林熙来了，最后一批了是不是？最后一批了。谢谢你们俩。你说你这唱哪一出啊？把郑哥从江明的家简直是一锅端呢！你说你这是？你说他唱哪一出啊？他不就是想搬得离蒋正涵实习公司近一点吗？哎，这回不会要跟蒋正涵同居了吧？哎呀，别瞎说！陈一川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！我搬回学校请示，我警告你，这次这事儿你要再给我说出去的话，我就把你所有的史努比们，我把他们都烧成灰，然后把他们放在一个小盒子里，亲手给你送骑士去。行，夏姐，你要再瞎抓啊，估计他一会儿就得尿裤子了。你才尿裤子呢！真是我帮你这么多忙，你还威胁我，下回有这事儿我还不帮了。我这聪明大脑可不是为了每回都配合你去骗我大姑的。要不是你这张破嘴，我妈就不能知道我挂科呢。我刚才没从火车上把你推下去，已经顾及我们姐弟之情了。行，你说你们姐俩一见面就掐，该，不能，走。你们帮我搬完，然后先去聚会吧。啊，小姐你不去吗？哦，我先收拾一下东西，晚一点到。哎，哦，对了，你们千万别告诉蒋正涵啊。行，知道了。来，郑哥，喝一杯。来。老张，我要吃排骨。你让陈一川给你家离这么近？不用了，太腻了，减肥。我改吃沙拉。来，各位，咱们也好久没见了，我敬大家一杯，久别重逢。来，还是跟大家在一起有意思。来，一个人在家可太无聊了。我天天就盼着早点能见着大家，真的，我干了啊！少喝点。你就别贫了。木哥，听说你抛弃夏姐，出去就回来了，工作有什么事儿吗？什么叫抛弃啊？我那是公司临时有事儿。哦，不过开学就回归了。哦。哎呦，小别胜新婚了。那你知道小西什么时候回来吗？跟我说明天。你们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反正我知道就行。哎呀，蒋正涵啊，你对夏林熙的这个关心程度，我都看不下去。净干些恶心人的事儿。等会儿，什么恶心人的事儿？对啊，什么事儿？他在我姑父的朋友圈里面搞行为艺术，哎呦，辣眼睛。没有。哎呦，郑哥，行啊，都打入敌人内部了。哎，你说什么行为艺术？对诗没有。对诗没有，我简直都不想识字。快拿出来看！给我看，快拿出来！陈川，哎，我看，都说了没有。天字良缘，你别跑！你得听着，你们别吐出来啊！看完之后，天字良缘，石林溪。哎，该我了啊！风华正茂展芳华。给我看，我不想再听了。三生有幸遇叔叔，今生无悔入厦门。句号。哎，夏叔叔回复：小蒋，好诗。好诗。太尴尬了你。吃饭。